来针对着民众党立委办公室装潢的争议，除了刘树斌之外，阁加一件，就是今仔日就任的立委洪玉祥，伊接用刘树斌的办公室来整修改变着大门的位置。讲就是因为刘树斌之前有顶动过，才甲改转来。但是隔壁办公室的助理讲，刘树斌并无动过这个门哦。洪玉祥则背回讲，是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惊开门会去弄到人，而且装潢的费用伊拢是开家己的钱。办公室内底线路还看袂好势，看得出来要伫整修。这是民众党新任的立委洪玉祥的办公室。门口已经挂牌啊，不过就是这扇门，和上任前就引起争议，因为这两间办公室的门有动过。我们实际回到现场，可以看到这扇门虽然已经封了起来，但还是可以看到原本留有的痕迹，而另外一扇门则是在它的对面。洪玉祥是接共党的立委刘树斌的办公室，进前刘树斌则因为装潢办公室引起创党的主席郭文铁的不满。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嘛伫广播节目讲，到底是安怎都要装潢？依照网络媒体报道，洪玉祥办公室对外讲是因为刘树斌捌动过大门的位置改转来。不过边办公室的助理讲，刘树斌唔捌改过。主要是看到那个漏水。然后因为它是在那个转角，所以它开门的话呢，会撞到那边的行人，所以我们稍微把这样子的安全性做一个考虑，这个都是自掏腰包。就是在工作岗位上面，好好把事情做好。那其他不是必要的部分，能少就少，能省就省。刚一间办公室为刘树斌到洪玉祥，拢因为装潢的问题引起讨论，嘛变成新任立委就任的头一天的小插曲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